高雄甲甲布袋戏呐合作会演出是虾米款的光景呢？台北爱甲歌剧坊最近就排演2出趣味佮奇幻的歌剧，其中一出莫扎特的可爱的牧羊女，就这款特别的安排。20暗要伫咧国家音乐厅甲线顶做伙演出。有啥物办法会当互我亲爱巴斯蒂尼回心转意？台剧的口碑念的主角是歌国名，佮甲高雄角合作会。日之大之小里茉莉。布袋戏翁仔随声嘎嘎的歌声，甲乐团的演奏，演出音乐生动。莫扎特12岁创作的可爱的牧羊女，台北爱甲歌剧坊、甲台阳剧团等等合作，甲中西技术甲斗阵，招大家看一出真无同款的布袋戏。目的是推广布袋戏到世界各地，还有介绍给台湾年轻的观众。因为曹老师他本身的使用的台词是台语，所以在台语他很道地的使用了一些我们常听到的俚语，或是特别有意思的谚语在整个里面，所以让观众会觉得特别的亲近。除了可爱牧羊女，阁有另外一出关东甲魔法的歌剧。台北爱甲歌剧坊表示，受疫情影响，真难得。20通过重新伫国家音乐厅甲观众见面，即届因应疫情，现场用梅花座，阁有线顶收看2种方式，希望民众伫防疫前提下支持艺文活动。记者陈雅文、曾派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